大家有冇用過 AI 呢？咁今日我就會介紹個特別嘅生成式 AI 豆包，佢有特別豐富功能啦，而且佢仲係一個一站式嘅生成 AI，佢生成出圖仲係特別快嘅，所以呢，接下嚟呢，就跟住我去試用呢個豆包 AI 啦。進入豆包 AI 嘅版面之後呢，我哋就可以撳呢個右上角嘅登錄按鈕啦。撳咗之後就會彈出一個登錄嘅頁面啦。咁完成呢個登錄嘅手續之後呢，我哋就可以見到豆包 AI 嘅所有功能啦，包括呢個 AI 拋光啦、圖像生成啦、咩音樂生成等等等等特別豐富同埋有趣嘅功能啦。咁今次我就想試下呢個拋光生成啦。咁譬如話我想生成一個宣傳香港傳統美食嘅。咁喺經過呢個 AI 嘅搜索之後呢，就會出現大綱啦。咁你可以見到呢，每一部分呢，佢都係寫得特別嘅豐富啦，同埋好詳細嘅。咁譬如話你想修改大綱嘅具體嘅內容呢，咁你都可以點擊每個大綱嘅部分嘅內容部分呢，去修改佢嘅。咁如果你想添加一啲去為每一部分去添加一啲內容嘅話，你都可以撳呢個加掣啦，去添加呢個內容嘅。咁同時呢，你想添加更加多嘅一個部分呢，你都可以撳呢個添加章節嘅掣，去添加更加多嘅章節內容啦。咁當你完成咗呢份大綱之後呢，咁你就可以去點擊最下面呢個選擇模板嘅掣啦，撳咗佢。咁喺右手邊呢，就會彈出一個要你選擇呢個模板嘅呢個版面啦。咁你就可以選擇自己鍾意嘅模板風格啦。咁就可以點擊中間嘅一個開始生成 PPT 去生成呢個拋光啦。咁喺右手邊，我哋就可以見到佢生成拋光嘅過程啦。咁喺經過呢個30秒左右嘅生成時間呢，我哋就可以喺右手邊見到一個完整嘅拋光啦。大家可以見到呢，拋光係內容呢係特別嘅豐富啦，而且呢，佢係加咗好多符合主題嘅圖片嘅。比起呢個我哋經常使用嘅 Compiler AI 呢，我覺得豆包係會做得更好嘅，因為呢，豆包呢會更加豐富嘅 modify 功能啦，就好似話你可以自己揀一個模板啦，同時呢都可以自己去指定啊修改佢本身大綱入邊嘅內容啦。呢啲係Compiler AI 做唔到嘅。咁同時呢，豆包俾嘅啲模板呢係特別年輕化少少嘅，因此呢，我覺得豆包呢係會更加受呢個年輕人嘅鍾意嘅。既然豆包 AI 咁勁啦，唔知我哋嘅組員仲有冇其他嘅諗法？我認為豆包係十分有用嘅，係喺呢個畫面度，我哋可以見到有圖像生成、翻譯、編輯、音樂生成、幫我寫作、AI、PPT 等唔同嘅功能啦。然後我認為其中佢係最唔同於其他生成式 AI 嘅係圖像生成，因為好似而家咁啦，我打鳥飛緊，係啦。bird flying，然後佢就會等一陣，然後佢就會生成圖片啦。然後佢生成咗嘅係4張唔同風格嘅鳥飛緊嘅圖片啦，係符合我嘅提示詞嘅。然後我認為佢比 Compiler 好嘅位係佢可以生成4種唔同風格嘅去俾我選擇，而 Compiler 可能只有生成一張鳥飛緊嘅圖片，然後可能需要更加多嘅提示詞，而豆包可能只需要寫鳥飛緊，然後就可以
喺4種風格入邊揀，然後再可能再精準，係啊，呢個係我嘅講法，係應該。除此之外，豆包 AI 仲有音樂生成、編輯同埋作文生成等等豐富有趣同埋實用嘅功能等住大家去發掘嘅。如果大家鍾意，咁歡迎嚟使用豆包 AI 啦〜